即刻拎起紙筆，寫低自己身份證上面登記嘅完整姓名，逐個字認真數清楚每一個繁體標準筆畫，千祈唔好貪方便用簡體或者平時寫開嘅草書筆畫計算。好多香港人活到大幾十年，從來唔明白，每日跟住自己出入、簽單、開會、人際相處嘅名字，每一個筆畫暗藏先天財富格局，總筆畫嘅數字直接牽連，由少年讀書階段、中年打拼創業，到退休晚年一輩子嘅進帳、儲蓄、破財機會。坊間大把風水師傅，淨係識得睇八字、掌相、屋企財位，忽略姓名筆畫數字藏住嘅金錢命格。我研習姓名學、數理、元氣幾十年，走勻港島唐樓、九龍各區居屋、新界村屋同私人屋苑，每日無數街坊專程帶住自己同仔女嘅姓名過來查財運。見過太多勤力捱世、日出捱到深夜嘅打工仔、開鋪老闆，明明每日搏命賺錢，永遠存唔住積蓄，賺多少就有各式各樣突發開支，掏空銀包。歸根到底就係姓名總筆畫撞入天生耗財、散財嘅空數。當中有3個最常見嘅數理筆畫組合，係我幾十年統計落最典型嘅天生窮命數字。但凡姓名總筆畫落到呢3個數，先天財富破洞，金錢到手留唔低，人情借貸、投資踩雷、屋企維修、家人醫藥開支層出不窮。但大家唔使聽到就灰心絕望，姓名數理從來唔係一世，定死無法逆轉。有幾套簡單適合香港普通市民執行嘅調整方法，唔使大改全名，唔使花高價嗌師傅改幾十個字新名，輕微調整用字、日常稱呼、輔助寶器配飾、家居財位搭配、數理催財，逐步修補先天破損財富，將散財窮命格局轉做聚財旺祿。今日唔講晦澀難明嘅五行天干地支術語，唔賣任何昂貴開光法器，淨係憑住幾十年落區睇無數真實個案累積落嘅心得，順住日常同街坊解說嘅節奏，由姓名筆畫承載氣場嘅底蘊講起，拆解點解繁體標準筆畫先算得準，點樣正確計算單名雙名總筆畫，再慢慢講透3個天生窮命數字，各自對應嘅破財特徵，各階段財運厄運，親身見證嘅香港真實個案，跟住延伸講其他旺財大吉筆畫數字做對比參照，再細數姓名入面單字筆畫過多過少帶來嘅額外漏財隱憂，男女之間數理財運嘅輕微差異，單身、已婚、創業、開鋪、打工、文職、地盤、勞工、自由職業唔同身份同名數之下嘅財運區分，最後完整拆解多層次後天調整化解方法，由日常稱呼改動筆畫、寶字細節、五行飾品配搭、家居數理佈局、行為習慣、理財調整，一氣講到底，句句淺白貼地，全部貼合香港人生活環境同消費模式。聽完即刻自行掃清自己同屋企人姓名筆畫，對照數字自查，先天財富有冇破損，跟隨方法逐步調整，不用長年捱拮據，打通屬於自己嘅長遠聚財路。好多街坊一聽姓名影響財運，第一個誤區就係隨便用手機輸入簡體字計算筆畫，又或者平時簽名寫草體，少寫幾筆，跟住得出錯誤數字判斷自身命格。呢個錯誤足以令成個數理推算完全失準。我多年來接待無數上門查名嘅街坊，10個入面起碼7個計算筆畫時犯同樣問題，最後對應自身財運完全對唔上號。其實姓名學數理元氣源於繁體漢字結構，每一個部首偏旁都有固定標準筆畫規則。香港身份證出世紙登記用嘅繁體中文先係計算基準，譬如寶字簡體寫8畫，但繁體標準寫法足足19畫；雲簡體4畫，繁體雨字頭標準12畫；車簡體4畫，繁體7畫；
單單一個字簡繁，相差10幾筆，總筆畫數字直接由吉數變凶數，得出嘅財運走向自然完全相反。仲有唔少人計算時忽略姓氏，都要一併納入總筆畫，淨係計名唔計姓，又或者雙名只計其中一個字，單名錯誤加減筆畫，全部都會導致推算偏差。正確嘅計算方式其實極之簡單，無論單名定雙名都適用。先分開拆解姓氏繁體標準筆畫，跟住拆解後面每一個名嘅繁體標準筆畫，最後將所有數字相加，得出總和。呢個總和就係決定你一世財運嘅核心數理。計算途中千祈唔好憑自己印象隨意數，最好準備一本標準繁體康熙字典對照每個字筆畫。唔好靠網站簡體轉換工具亂計，網上免費姓名測試軟件多數採用大陸簡體筆畫基準，完全唔適合香港本土使用嘅繁體登記姓名。好多街坊用呢類軟件輸出數字，以為自己係旺財格局，實際真實繁體總筆畫係天生散財空數，一路活在誤解之中，遲遲唔曉得調整自身漏財格局，長年捱銀錢不足嘅苦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好多人以為只需要計算自己全名，忽略仔女伴侶姓名筆畫，會牽連全家整體財富氣場。一家人之中，只要有人撞入散財空數，屋企整體聚財氣場都會被拖累，賺返屋企嘅金錢總會各種理由流失。呢一點好多上司唔願意同街坊講透，今日一並拆解清楚。一家人數理互相牽連嘅底蘊，方便大家一並自查屋企所有人姓名筆畫，及時調整化解全家漏財問題。要徹底明白點解幾個筆畫數字會成為天生窮命格局，首先要理清數理五行同金錢氣場嘅對應關係。數字自有先天五行屬性，1、2屬木，3、4屬火，5、6屬土，7、8屬金，9、0屬水。每一個總筆畫數會形成獨立五行氣場，同個人先天命格五行相生相克。一旦總筆畫五行同自身命格形成強烈相克，就會持續壓制財星氣運，出現先天存唔住錢嘅底層格局。而我幾十年統計無數香港市民姓名，累積過萬份真實個案對比，篩選出現頻率最高、破財力度最強、絕大多數人一撞入就長年結據嘅3個空數，分別係12畫、22畫、34畫。呢3個數理各自對應唔同層次嘅散財厄運，由少年讀書階段耗損祖業積蓄，中年創業打工連環大破財，到晚年無積蓄倚靠，每個階段都有清晰可見嘅金錢煩惱。我會分開每一個數字，順住真實街坊經歷拆解，唔生硬分類，跟住生活經歷自然推進。先講12畫總筆畫，呢個數字係3個窮命數入面最常見，好多兩字命搭配普通姓氏都容易落到12畫。五行屬陰木，陰木主枝葉雜亂，根基虛浮，財富好似空心樹幹，外表睇似有收入，內裏完全儲蓄唔到分毫。但凡全名繁體總筆畫12畫嘅人士，少年時期就已經開始耗損屋企祖業。細個讀書容易發生各種額外開支，補習、留級、損壞學校物品需要賠償。屋企父母為咗供書教學不停額外支出，原本屋企微薄積蓄被慢慢消耗。踏入青年出社會打工之後，先天判斷力薄弱，極易聽信身邊朋友、同事游說，亂做各類低回報、高風險投資。早年流行虛擬貨幣，內地不知名理財產品，小型加盟鋪頭，好多12畫筆畫嘅街坊一頭栽入，最後本金全數蝕清，仲會欠下債務需要慢慢償還。日常仲有無數零碎漏財細節，銀包經常唔見現金，網購一時衝動，亂買大量無用雜物，街市買貨時經常被人抬高價錢，中伏親友隨意開口借錢，唔懂得溫和拒絕，借出嘅金錢90%有借無還，每個月人工到手，未到月尾已經一分不剩，
就算人工逐年調升，開支都會跟住同步擴大，永遠唔會有多餘金錢儲落銀行。步入中年之後，厄運會加重，屋企大件家私、電器接連報銷，需要更換；樓宇、水管、牆身長年需要維修；伴侶身體、自身健康陸續出現輕微慢性毛病，定期覆診、購買藥品，持續消耗本來就唔充裕嘅積蓄。做生意開鋪嘅12劃人士更加難捱。客源斷斷續續，熟客流失速度遠超新客到訪，囤積貨品長年滯銷，資金長年被庫存綁住，無法流動。每到結帳日期，都發覺營業額睇得靚，但扣除各項雜費之後，幾乎零純利。想擴充生意就需要借貸，一旦行業行情回落，直接陷入負債循環。晚年階段，12劃數理嘅散財氣場並唔會隨住退休減弱，反而會因為收入來源縮減變得更加拮據。退休金金額有限，仔女大多數同自己一樣存唔住錢，每個月仲要伸手向長輩索取補貼。長年累月之下，手頭永遠唔會有一筆應急積蓄。遇到突發重病，屋企大型維修，只能向親戚朋友周轉，滿身人情壓力。早年西環一位做茶餐廳伙計嘅男士，全名繁體總筆畫剛好12劃，由20歲出社會做餐飲行業，足足30年，從未間斷工作，每日返工10幾個鐘，人工逐年上升，但銀行戶口永遠維持幾千蚊餘額。年輕時聽朋友建議投資加密貨幣，蝕光20幾萬積蓄。後來又借錢俾表弟創業，對方創業失敗一走了之，10幾萬借款從此追唔返。屋企冷氣、雪櫃、電視每隔2、3年就集體壞掉，需要更換。太太長年有婦科毛病，定期睇醫生，每個月藥費1000幾蚊。獨生子畢業之後做散工，每2、3個月就會因為租屋買車問父親拿錢。男士60歲退休時戶口只剩低1萬幾蚊儲蓄，連安老院首期都唔夠。每次同我傾談都嘆息自己一生搏命，卻永遠留唔低分毫積蓄，完全對應12劃陰木散財嘅先天窮命格局。好多同樣12劃筆劃嘅街坊，同佢情況大同小異，只是大破財發生嘅時間先後唔同，底層存唔住錢嘅特徵毫無分別。跟住講22劃總筆劃，呢個數理五行亦屬陰木，但陰木氣勢比12劃更加雜亂厚重，屬於典型勞而無獲嘅窮命數，代表一生付出10倍心力，回報只得3分，財氣容易中途截斷。唔單止存唔住錢，仲會出現長時間無穩定收入來源嘅階段。少年時期屋企家庭經濟多動盪，父母生意失敗、失業、夫妻離異，各種情況，祖業積蓄早早耗盡，從細就要捱物質不足嘅生活。讀書期間唔容易得到屋企充足資助，好多22劃人士中學階段就要兼職補貼自己學費，無法專心讀書，學歷難以提升，直接影響日後高薪崗位競爭力。青年踏入職場之後，做事極之勤力負責，上司分派嘅工作全部毫無怨言承接，但升職加薪永遠輪唔到自己，功勞多數被身邊同事搶走。遇到公司裁員縮減開支，永遠第一批被削減福利、調低底薪。自由職業者、裝修師傅、地盤工人呢類靠單計酬勞嘅22劃人士，長年面對單元不足、客戶拖欠尾數，追債過程耗費大量時間心力，好多欠款拖足幾年都無法全數收回。想轉行轉工，亦容易踩入各種陷阱。新行業資訊掌握不足，投入少量本金之後即刻蝕本收場。中年階段係22劃人士財運最低谷，但凡打算創業、擴充門店、買樓換屋，極易遇上市場下行、政策變動，原本計劃好嘅收入管道突然斷絕，大量資金被套牢。有唔少居屋業主22劃筆劃，早年借高額按揭買樓，後來收入大跌，無法供款，被迫減價放盤，蝕讓離場，仲要承擔銀行違約費用。屋企內部金錢是非亦會集中爆發，
伴侶消費觀念衝突，手續為遺產，借錢反目，親戚輪流上門求助，不借就背後散播閒話，長年被人情債束縛。晚年階段22畫，數理帶來嘅勞損會反映係身體同財富兩方面。長年操勞積累各類慢性勞損疾病，醫療開支龐大，年輕時期長時間斷收入，冇辦法儲蓄退休金同保險，年老之後只能依靠微薄綜援度日。仔女緣分亦多數薄弱，要麼仔女經濟壓力大，無力照顧長輩，要麼長遠定居外地，少返港探望，晚年獨自居住，面對各類開支壓力。我上年屯門村屋見過一位經營士多嘅女士，全名總筆畫22畫，20幾歲開士多，一做30年，每日朝5晚10一看鋪，逢年過節從唔休息。士多每日人流唔少，但每到月底結帳都冇順利，熟客長期賒帳，累積幾萬元，欠款追唔返。前年想擴充鋪位借貸裝修，剛好遇上附近大型超市開張，客源大幅流失，每個月營業額連租金都唔夠支付，最後只能結束士多，蝕光幾十萬裝修同貨品本金。獨生女畢業之後去台灣工作，每年只返港一次。女士58歲，身體查出關節退化同血壓問題，每個月藥費不菲，早年賺嘅錢全部填晒，各種經營同屋企開支，戶口毫無積蓄，只能靠打散工維持基本生活。30年無間斷勞動，最後一無所有，完美印證22畫勞而無獲嘅陰木散財格局。坊間好多從事零售服務業長年捱世嘅街坊，總筆畫落到22畫。多數都會面對類似付出同回報嚴重失衡嘅財運困境。第三個先天窮命凶數就係34畫，相比12畫、22畫輕微零碎漏財同勞而無獲。34畫屬於大凶大破財數，五行屬陰火，陰火主焚燒消耗，代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迎來一筆足以清空多年積蓄嘅重大開支，唔係零碎消費耗損，係一次性大破財，動搖整個家庭財富根基。少年時期屋企容易出現重大變故，父輩投資徹底失利，意外事故需要巨額賠償，屋企積蓄一次性清空。從細就見證家中由稍有積蓄變得拮據。青年出社會之後，雖然中年容易賺到大額收入，從事地產、貿易、批發行業嘅34畫人士，中年階段營業額佣金收入遠超普通人，但先天數理注定大進大出，錢剛剛到手就會有突發大事需要全數動用積蓄，譬如伴侶、父母患上重大疾病需要手術長期治療，投資大型物業遇上樓價大跌被迫蝕本出售，合夥做生意被合作夥伴欺騙，捲走資金、車輛重大意外需要賠償第三方巨額金錢。每一筆大破財都毫無預警，唔會留俾人慢慢調整儲蓄嘅空間。好多34畫男士做地產代理，中年高峰期一年佣金幾十萬，旁人睇似風光，實際每累積一筆可觀積蓄，隨即就會遇上屋企重大開支一次性清空，永遠唔會有長期沉澱落嘅資金。創業人士34畫筆畫更加危險，生意稍有起色，賺到大額利潤，隨即出現供應商走數，客戶大額賒賬無法收回，火災、水災損失，庫存貨品幾年累積落嘅利潤，一瞬間化為烏有。婚姻家庭層面34畫數理容易因為金錢問題爆發激烈，夫妻爭執，雙方消費、投資觀念完全對立。容易出現一方私自大額借貸、亂投資、隱瞞伴侶，最後需要動用全家積蓄填補債務。晚年階段34畫嘅大破財風險並唔會消失，反而容易出現長期患疾，需要入住私營安老院大筆開支。早年就算幾次賺到大錢都全部清空，老年手頭毫無應急儲蓄。仔女多數亦會遇上重大人生開支，伸手求助，譬如置業首期、婚禮使費，長輩積蓄再次被動用。我早年旺角認識一位貿易公司老闆，
全名繁體總筆畫34畫，40歲到50歲，10年間做內地貨品貿易，每年純利幾百萬。身邊朋友都以為佢早已積蓄千萬身家，實際10年之間接連遭遇3次重大大破財。一次係內地工廠火災燒毀全部訂單貨品，一次係合作伙伴捲走幾百萬貨款失蹤，一次係太太確認罕見重病，需要長年私立醫院治療，10年賺返嘅利潤全部用於填補呢3項開支。到51歲公司生意下滑，結束營業，戶口剩低幾十萬。2個仔準備結婚買樓，需要大筆首期，老闆只能將自住居屋加按套現，半生風光，最後依舊手頭拮據。呢個真實個案足以證明34畫陰火焚財嘅兇性唔係細水長流漏財，係一次性清空積蓄嘅致命大破財格局。無論中年收入幾豐厚，都難以留低長遠積蓄。講完3個最典型天生窮命數字各自對應嘅一輩子財運厄運，順住節奏同大家講幾個坊間常見嘅旺財大吉筆畫數做參照對比，方便大家對照自身總筆畫分清吉凶。9畫、15畫、16畫、24畫、31畫、32畫、35畫、41畫都係財星穩固嘅上階數嚟。先講9畫總筆畫，五行屬陽水，陽水主源源不絕流入財氣，一生收入平穩少有，大破財、零碎漏財情況極少。少年早業有輕微積蓄，中年打工穩定加薪，做生意客源長期穩定，晚年儲蓄充足，仔女孝順，唔會無底洞索取金錢。15畫五行陽土，土主藏財首富，係最適合普通打工家庭嘅聚財數，唔會一夜暴富，但每一年都有穩定剩餘積蓄，少投資踩雷，親友借錢少，醫療屋企維修突發開支極少。16畫屬厚土載金，做生意從事地產金融人士最適合，中年容易迎來爆發式收入，同時天生懂得守財，賺到大額金錢，亦會妥善規劃儲蓄同穩健投資，唔會一次性揮霍清空。24畫係民間最出名嘅財祿數，五行陰土藏金，細水長流積累財富，無論打工定小本創業都適合。人緣貴，人運旺，時常有額外獎金、舊債收回、客戶額外回傭各類橫財。31、32畫屬陽木配金，木生財金守財。中年事業步步高升，公司升職，擴充門店，順風順水，投資多數穩健獲利。晚年有物業收租被動收入。35、41畫屬厚金格局，金氣厚重，財富堅固，適合高層管理、大型批發商、專業人士，收入上限高，先天判斷力強，容易避開各類散財陷阱，身邊小人少，極少出現金錢糾紛。同12、22、34 3個散財兇數形成強烈對比。好多大吉數筆畫嘅街坊，就算唔係極度富有，起碼一世唔會長年拮據，手頭永遠有一筆應急積蓄，唔會隨便被突發開支拖垮生活。好多人計算完自己姓名總筆畫，發覺唔係3個兇數，亦唔係頂級吉數，屬於中間平穩數理。呢類數字唔會天生大富大貴，亦唔會長年大破財。財運好壞完全取決於後天理財習慣同家居財位佈局。只要日常做好儲蓄規劃，唔亂借錢，避開高風險投資，一樣可以安穩積蓄，足夠晚年使用嘅金錢，唔使過分擔心。計算總筆畫只係基礎層次，好多街坊忽略姓名入面單獨每個字嘅筆畫失衡，都會帶來額外漏財隱憂。就算總筆畫落到大吉數，單字筆畫極端都會削弱聚財效果。譬如姓氏筆畫過重，單個姓氏超過30畫，好比凌、蘭、灣、公呢類繁體多筆畫姓氏，單字五行氣場厚重壓抑，後面名字嘅財星容易出現賺錢辛苦、付出多、回報少嘅情況，
反之，名字用字全部淨係得3、4畫，極簡不畫，氣場輕飄，留唔住金錢，零碎消費，無意間耗損積蓄。雙名人士兩個名不畫，差距超過10畫，亦會造成財氣斷層。一個字旺正財，一個字散橫財，收入管道一邊進一邊漏，難以累積大額資金。男性同樣不畫數字，同女性會有輕微財運差異。22陰木凶數對女性影響會更加明顯，女性先天氣場柔軟，抵擋陰木散財殺氣，能力較弱，更容易出現人情借錢、衝動消費流財。34畫陰火大破財數對男性影響更深，男性多數負責家庭主要收入，一旦迎來一次性大破財，全家生活品質直接大幅下滑。單身人士同已婚人士同名數之下，厄運側重亦唔一樣。單身12、22畫人士多數只係自身存唔住錢，小家庭層面大型開支；已婚之後兩個人散財氣場疊加，屋企整體積蓄消耗速度會翻倍。創業開鋪人士撞入3個凶數，大破財風險遠高於普通文職打工仔。做生意牽涉貨款、租金、員工開支多重資金流動，散財數理會放大每一個資金漏洞。地盤運輸一類勞動行業人士長年體力消耗，22畫勞而無獲，格局會更加突顯。每日搏命體力勞動，最後儲蓄寥寥無幾。自由職業收入起伏大，12畫零碎流，財會令本就不穩定嘅收入更加難以累積。呢一種細節層層疊加，令同樣總不畫數字嘅人財運表現參差唔齊。自查時唔好只睇總和，亦要順帶留意單字不畫輕重差距、自身性別、工作身份，先可以完整看清自己先天財運全貌。唔好單憑一個總數武斷下定論。好多街坊掃完姓名不畫，發現落到12、22、34呢3個天生窮名數，即刻心灰意冷，以為一輩子注定捱拮據。其實姓名數理只係先天氣場趨勢，並非無法逆轉嘅定數。幾十年來，我幫無數撞入散財凶數嘅街坊調整姓名氣場，多數堅持執行半年到1年，就能明顯感受到漏財情況減少，每月開始穩定，有剩餘積蓄，唔需要花高價。柯師傅重新改換全新姓名，更改身份證出世紙登記用字，有一套分為多層次、成本極低、適合香港市民日常執行嘅調整化解方法。順住邏輯自然講落，唔生硬分點。首先係最簡單，唔需要任何改動證件嘅日常稱呼補氣法，亦係最多街坊選擇使用嘅方式。身份證登記全名維持不變。平時工作簽單、同事客戶稱呼、社交軟件昵稱、銀行戶口簽名，改用調整個筆畫嘅簡稱、綽號或者加一個寶字。譬如總筆畫12畫陰木散財，木氣過盛，財氣耗散，需要補後土，數理用字平衡。平時稱呼自己時，多加一個5畫6畫屬土嘅中性用字，諸如安、宇、君、臣一類繁體5、6畫土屬性字。無論人哋叫自己定自我介紹，都堅持使用帶寶字嘅稱呼，長期持續就能逐步中和先天陰木散財氣場。22畫同屬陰木過重，同樣補5、6畫土字，加厚土藏財之力。34畫陰火焚財，火氣過旺，燒盡積蓄，需要補7、8畫屬金，用字泄火守財，諸如成身燒初7、8畫金屬性字。日常稱呼長期帶上補金用字，減少陰火大破財嘅突發機率。重點在於堅持統一稱呼，唔好一時用全名，一時用寶字簡稱，氣場雜亂就難以起到調整效果。好多開士多、地產代理嘅街坊，平時客戶眾多，長期使用寶氣簡稱，半年之後明顯減少賒賬、客戶拖欠尾數嘅情況，零碎衝動，消費亦大幅收斂。
跟住係輕微用字調整方案，若然自身條件許可，可以申請更改身份證其中一個名嘅用字，只替換單一個字，唔大改全名。選擇五行可以中和先天空數，不或調整總和，脫離12、22、34三個散財數字嘅繁體字。譬如12或總和想調整成24或旺財數，只需要替換一個12或屬土嘅用字，一增減之間脫離空數，踏入吉數。34或陰火格局可以替換一個8或金屬性用字，減輕火氣，同時提升守財金氣。選擇新用字時，千祈唔好揀不或極端、五行同自身命格相克嘅字，優先揀圓潤、寓意財祿、穩定、安富一類正面意象用字，諸如六刑、君、成、游之類，避開帶刀、火、風、水過重意象嘅散財用字。香港入境處更改姓名手續簡單，成本唔高，係長遠徹底化解先天窮命格局嘅最佳方法。好多中年創業老闆選擇輕微改單個名用字，調整總筆畫，脫離空數，改完之後生意資金流動順暢，連環大破財情況從此不再出現，每年營業順利穩步上升。